我係敬文書院 Ocamp 嘅營主 Percy，副營主 Kimi，副節主阿 Wing。敬文 Ocamp 係第一年咧復常，我哋都係冇一個搞過嘢 Ocamp 嘅經驗啦。敬文節復常之後咧，其實係從零開始。我哋一開始都有擔心會唔會冇人參加咧，都好 surprise 咁。其實都有好多 international 啊、local 啊都有 join 我哋嘅活動，大家都好中意敬文呢個地方咯。由入到嚟參加第一次 Ocamp，去到敬文節，跟住再自己搞 Ocamp，每一個經歷都係好開心，大家一齊去為咗同一件事去努力。呢個途中唔單止你係為咗人哋去籌備一個活動啦，你自己都會學到好多，或者當你服務他人嘅時候嗰種滿足感。